我们呢，瑞明姐也很厉害，叫她一生园长好。园长好。我觉得没有肉嘛，没有肉，你根本没实在没，没实在，没实在。这个红酱是我吃过最好吃。咱上星期听说在改变，你对 tomato 嗰種形象。等幾分鐘底度呢，會爆出實力最高，優雅不是重點，嘿，對，贏才是重點。你越來越像 Hello Kitty 了。炸个堆耶！對。呢度是東鄉哦，看到是東江哦，哎呀，食到是韓後先哦。啊，唔會講哦。不然你帶來一首檸檬樹啦，好不好？檸檬樹。來，預備起。打我們總。幼稚園老師這邊我可以收一下，這有3歲的小朋友。來一家之助，電樹影，獎金獎品送半年。哇！獎金蠻高，你看。今年 Andy 總算有幾片拿獎金。自掏腰包啦，現在發獎金啦。是你揸住中哈，你揸住中。2枚啱嘅咩？一毛呢？你那獎品啊，還有錢啊，係啊。就相信哦，獎品哦，該價錢比獎金還高。哎呀，真金唔是反都對。唔是啊，可能會又對哦，可能。大家啊，就到後來呢家之助參加比賽，做乜嘅呢？因為不管第1名要第2名，全部都有獎品，有獎金好呢。係啊，又相信。他就講哦，獎品嘅價錢咯會超過3千塊哦。哦，我爸爸自己還私訊給蘇小姐說，哎，我建議哈，哎，你做獎杯啦，哈，獎狀，哎，做掛到給點。還有肩帶，哎呦。對，哎呦，大家就帶下你節目廣告，歡迎製作組呢做參考一下啦。所以咪係因為獎品和獎金啱好當聲音，所以你一下好攞個來賓哦，哎呦，記得都係師傅等級哦。我唔走，先來分享到你嘅師傅咯，提前來分享到，哎，也係第100出現呢，哎你阿志亮師傅。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係資料，勇哥好。3號來分享到係親友鳳七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鳳妹，大家好，勇哥好。3號來呢來分享到你鳳翠嘅參賽者咯，鳳翠係來自於台北士林嘅表姐妹嘅蘇曼記、劉水曼記分享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好，3點後來看一下白camp呢一次係來自新北中福嘅表姐妹，佢哋係葉曲俊、汪玉蓮。大家好。係啊。哎，对，你合格什么哦？就是招牌也讲啦，你看有看到？而且今天的难得女性压倒性胜利男性。係啊，什麼嘢眼為主？好，先來看一下鳳翠今天帶來嘅百寶箱底肚，係乜嘅呢？哦，係乜嘅？盾牌餅乾。哎呦，你要做乜嘅？會按到盾牌啊？自己做的？對，昨天晚上才做的。好香哦。就咁凍好呢，凍鐵凍跳。對啊，只有杏仁餅。超，而且它有一種焦糖口味。老師還有嗎？還有，好好吃。那真的是很配咖啡哎。我跟你說，我們呢瑞明姐也很厲害，叫她一生園長好。園長好。那我現在來得及上課嗎？來得及，可以。你還上轉型啊？還要重補修啊。好，裡面的兩位姐姐哦，包括蘇曼姐呢，基本上係做一下嘅大半師傅哦，是裁縫師傅啊呢，好厲害哦，那手一定很巧。對呀，而且呢又是料理的示範老師。瑞明姐又是園長，保證料理沒問題。今天準備要來拿3000的元吧？加油！好，3點後來看一下藍水未帶來好食了，來紹介一下，今天帶來乜嘅？大理石蛋糕餅，好美哦！哎，今天一起可以學吃甜的餅乾，又吃大理石。哇！哎，這個是怎麼做的？好吃，咬下去。跟蛋糕一樣做法，然後自己調材料去混合。很有口感，可以幫我點一杯中杯熱美式嗎？這個2樣都很適合配美式咖啡。玉玲姐哦，你雖然你還冇講會哦，但是我跟你講，你家波卡係蛋香，難怪蓋卵，蓋卵呢？還有蛋殼機耶，有哦，它的皮膚好成跟蛋殼一樣。係啊，是凍豆蓋卵哈，今年有貴年哦，我們要連入4級的蛋都他贊助的。哎，聽說給黑傳陪伴最會挑蛋的玉玲。嘿吼，你說這種開蛋糕，最會挑蛋的，選蛋呐，自慰的緊張指數都超過5了。對，哎呀，我剛剛拿現金出來摸好耶，沒有錯，摸聲音了。來，你加油啦哈！加油！想辦法分家的不用搶鬆一下。為了讓大家呢，坐在不用搶鬆，放輕鬆 ，relax 一下，我們先來暖身，好不好？現在暖身 PK 咯。
向前来挑战。两关考验两嘴对食材嘅认识，还有对客家文化嘅了解。唔但唱愛動腦筋，還愛比反應，兩片變素養，順來萬人較厲害。請出擊嘅比賽馬上就要開始咯！各位觀眾朋友，接下來再暖訓一下了哦。剛才就看到 CVR 這哦，哎，真的緊張指數。哎，那個汗已經流到地上全濕了。對啊，玉玲其實講真嘅，他到現在只有講了一句沒有而已。沒有，多講一些啦哈。等一下哈，那個答題的部分全部告不你，交給你，好不好？因為等一下呢，看到愛到民主動哦又加拍哦，這個板子上面就把這個題目讓人物，假使因為答錯，也係翻新人物哈，就做得得到一分哦。冇唔錯，而且呢，第一關呢，唔單唱係考驗各位參賽者，那麼睇這個紅吹到藍吹答對的總題數啊，吼，咪代表講師傅做得設計到紅色菜，又做了零。剛才就睇看到至少選一樣，好不好？番茄醬。番茄醬嘛，軟好冇？好啦，現在剪刀石頭布，風吹先來，風吹而且咱要種菜，又種菜，來場法式浪漫。種菜等於，哎呦，係嘛嘅咧？來看一下，也嘅西北菜哦，有富米係裡面那個原因，無關係，無關哦，有些冇關係哦。A 係佢菜蔬加下呢血水，加冇水。B 係有利於個授粉啊，吼。C 係抵抗蟲害，都帶係那個呢？西北菜凍難種，衝動多，衝動多，所以授粉，好。哦，跟授粉沒有關係。確定哈，然後素滿姐完全沒有在回答哦。單人參賽哦，我看一下正確嘅答案係 B。係啦，因為家下阿姐妹就講到西北菜哦，佢衝咗經驗強多咧，所以全部味道減下，佢衝咗食體，所以它就會讓自己產生嗰種嫵媚。它個菜少嘅細節咯，因為手下少嘛，所以個底部嘅胚啊，掹腿胚，掹腿體，所以咪會下糊。對，就係按用先啦，恭喜！好，三號來看一下藍吹，藍隊想要選哪一題呢？哪一個？肯吃苦。好，來看。同樣嘅結菜時間呢，攞些藥，除了做得除掉嘅負面，還加有乜嘅功效呢 ？A 係較好入味 ，B 係軟化嘅纖維 ，C 係保持較長車。咪？哎呦，本嘅係軟係嗎？較軟，個要口感。好，來看一下正確嘅答案係。A 啦，哎，我也以為是 B 啊，我已經準備好牌子要給你。咩啦？假使因為本嘅行院就做下九道啊，冇做乜嘅係 A 咧，係因為加掉嘅染奶西掉，除了可以去除它的苦味之外呢，所以本嘅行熱梅，冇假使因為味道下嗆，你就在加掉嘅湯，味道本嘅下乾，你就在加掉嘅油。哦，學習了，玉玲姐這樣知道了。沒有，沒關係，沒關係，才一題而已。沒啦。風吹三好了，而且嘛個題目嘞。但是又很難。好，請看題目。被玉玲姐的題目被選走了，因為她但是又很難。好，下一題呢，還要來拍攝一下呢，等一下我估計了大亂。那麼只要成功的單手打蛋3顆，而且蛋黃的丸子沒有留蛋殼，按鈕就算嘿。待會呢，現場呢有4粒卵，讓你挑戰嘍。好，準備好了哦。沒有趕時間，所以你要把握的單手哦。OK，搶開始。慢慢來，慢慢來，而家小甜哦，吼！哎呦，而家成功，放旁邊就好了。好，坐低咯。哎，媽媽，兩家成功。對媽媽來說已經是，哎，3個如果成功，我們就不用再浪費1顆了。哎，4個都成功，玉玲姐找她上班呢。才剛講完，才剛講完。好。給大家檢查一下，這個如果喜歡吃 scramble egg 的話，中午吃這一顆就可以嗎？兩條都看一下。哎，等一下，讓我檢查一下，這個那個是哪一個？哎呀，那真的蛋，沒辦法，但是又奈何了。這個會不會？這是不是蛋殼自己跑進去的？應該不是，因為剛才在打的時候，請看回播，沒有進去哦。應該不是玉玲姐放進去的。好啦，沒關係，沒關係，還是很厲害。
其实我说真的，我不敢。嘿啊我每次只要这样单手打蛋的话，马上就变炒蛋。而且豆腐卡哦，哪有人按娘挑的哦？对啊，吃蛋壳补钙嘛。对。好啦，下几题来看一下。食物有路权。好，很注重权利哦。题目。原嚟富民镇公所拿采天嘅农作物來申請全國唯一合法嘅普曬路權，請問係哪一種農作物呢 ？A 係蒜頭 ，B 係麥 ，C 係飯頭。蒜頭。蒜頭怎麼講呢？我看你們剛剛交頭接耳。蒜頭係雲林嘛，嘿，出產嘅米粒。基本上倆山楂哦，雲林獨有產。那你是不是要想說麥該二塞？這是蒜頭。蒜頭還是堅持蒜頭，愛吃蒜嘛哈。來看一下正確嘅答案，嘿 ，C 蹄頭。師傅，你們加油啊！加油啊！家下要講到吼，都在種物界啦，不過雲林人嘅蹄頭嘅產量係全國哦超過了70%哦，超過70%。那在蹄頭採收嘅時節，差不多到6月到10月嘅時節咯。雲林人政府為到本農民記得下就控件，做了曬了蹄頭，所以開放了有5個鄉鎮，還有超過200條路。所以每提倡一下各種朋友，假使吼到6月到10月會經過雲林嘅朋友，做啲先到苗路當個查詢一下，因為有些路會封路哦，總得喊過去哦。塞反台灣呢？係啊。OK， 長知識了。三號位馮翠祥而且哪題呢？客家音無所不包。好，來看一下。哎呦，實作題。你們猜到2題實作題耶。好，第一個呢，等下馮翠哦，派出去3人，都1分鐘底度呢，會爆出10粒水餃，按鈕就算好勢。而且呢，要請師傅來做評判。好。那師傅有乜嘢來提倡嘅冇？主要講家嘅肉路線啊，盡量冇做出來安尼啦。哦，不能爆線啊。好，等下呢，姐姐不要緊張。你蠻開心哦，跟水煮皮好咧。水餃皮已經都牙膏，有沒有煮皮好些？包水餃啊，哈，他乾媽媽最會，無所不包。對呀，你當年沒有都會包，包脆包、包饅頭嘛，佢全部都會包，對不對？準備好了哦。好，準備好了。好，搶開始。我覺得沒有肉。打咧嘛，沒有肉。你根本沒實在咩？摸實在，摸實在。你越來越像 Hello Kitty 了。這樣就對耶。這樣就對。準備好了哦。好，準備好了。好，搶開始。速度太慢了。幾分鐘停停哦，這樣換算起來6秒鐘哦，一加。對。對。加了哦。優雅不是重點。嘿。對，贏才是重點。哎，園長真的，現在才4顆而已，你還沒有30秒狗貼了。園長加油，我們現在才1分，師傅會只能拿番茄醬。好，就捏下去，而且真的要加快哦。哎呦，都酸了喲，太慢了，太慢了。你下7加了哦，還有3加。9、8、7，趕快。 6、5，慢一點，慢一點，慢一點。3、2、等啦，3、2、3。哦，走對，冉總。哎，好，哎，這個剛好有肉就唔算的啦，對啦，沒關係啊。今天大家是不是有志一同要害對方2位？因為我聽說目前是1題是。對。2、4、6，來，壞人他們做，有一顆剛才是不行的嘛。目前都是合格啦，哈。7、8、9、10，做得啦，先給我們園長一個讚美，實際的讚美。然後要把真緊爆落檔吼，而家短短的時間爆到暗吼，真緊摸簡單。我們是愛的教育。而且扣掉剛才1顆是時間外的，也還有10顆。對啦。所以是沒問題的，答對了。用題風吹得到1分。哦，哎，等下中午有蛋又有水餃可以吃。哎，對啊，因為在西部那一道知道。悄。藍隊。下幾題？玉玲姐，你講你算的嘛？你很愛浪漫哦，法式浪漫哦。好，來搶關。都看一下。
来，法式吐司嘅有奶黑嘛干呢 ？A 係修道院呢修女嘅早餐 ，B 母熊嘅大葱面包 ，C 微料的小猴纯的卵。那他摸了一下脑袋瓜，我很想听他声音。哎，韵典吃的嘞？修道修女的早餐吧，还是怎样 A 你起都黑 A， 为什么？因为就是不浪费嘛。啊，你说我觉得是 A， 因为不想浪费，不想浪费，哎，该 B， 不想浪费是吧？然后结果他选 C， 你觉得是怎样？不想浪费，会不会跟你的专业蛋有关系？好 ，B 是不是 ？B 哦。好，来，徐珍姐，你也觉得是 B 嘛？哈，想浪费。我看下正确的答案嘿，恭喜 B。摸上的大松面包啦，不过其实动神奇哦，讲到法式吐司，见到法规摸买用惯哦。最早哦，就在追溯到古罗马时期，该用西柚加食谱当中又加工，就是用下寸呐，用下摸起的这种面包。掺掉的卵进到这个蛋汁里面，然后见到金崩先，后来到玫瑰柚上面按到 Joseph French， 他让它发扬光大啊，后来人就把它取名叫 French Toast， 法式吐司。演了黑暗呢，然后法规摸惯黑哦，原来学习了，好，恭喜蓝队，请给分喽。耶3好了，红队请选择杨涵涵有6题。爱喝吗？摸好令啊，那就谚语喽。好，抢喝。很难很难。客家谚語爸爸家家物計會打，空格啲對嚟，上物嘅咧，依個係阿姑阿妹，雷公天神，爸爸家家當槍講，係啱咪？向雷公家下入冷嘅，啪啪啪啪，係嘛？閃電的那個嗎？當槍係啊。好，好，看下正確嘅答案，嘿，恭喜！嘿啦。发嘎嘎嘅意思就係講發料，所以便宜就係講莫講發料，莫便宜哦，因為雷公會打你哦。哦，周伯天，這就是跟你講的。會嗎？我覺得明珠蠻漂亮的。這是你難得講的實話。哇，恭喜風吹！恭喜！好來，這關你藍隊就只能選這題，我幫你開題嘍。好，來。葡萄酒蛋糕嘅年份代表乜嘅呢 ？A 係上市的年份 ，B 係釀製完成的年份 ，C 係葡萄菜屬嘅年份。最後一題 C 哦。確定菜樹嘅年份係嗎？係啊。好，對了，就按球哦。結果他喝的是 whisky。好，菜樹嘅年份哦，看下正確嘅答案係，恭喜答對。C 菜樹葡萄嘅年份。因為葡萄個品質，佢看係天時啦，假使天時下早下熱哦，佢係酒梅就下酸下後，韓國會下香下甜。咁假使佢係下涼啊，天時下落水啊，它酒味就會比較輕，而且果酸會比較高，所以。看葡萄哦，其實有家產地就按到波爾多。那波爾多呢，它有一個世紀年份哦，昨天建議大家哪一種年份可以收藏呢？像1982年、1990年、2005年、2009年都代表過該用期那一年的天時景定動候。哦，哎呀，就好到嘞！恭喜藍隊。第一關暖身哦，大家應該沒有那麼緊張了吧？我來公布一下成績，兩項目前呢，風吹得到3分，藍吹得到2分，先來恭喜兩隊。那麼總共呢，沒代表講師傅做得先紅色彩咯，來看一下師傅。哎，有沒有覺得剛才在只有答一題的時候很擔心？我可以先選第一個嗎？不行，關你什麼事？該應該寫呢哈。那我一直比着他，好，來你先選。不要選那個。好，來第一道應該是選意大利麵啊，意大利麵。沒事，有金塊。這個玉玲姐贊助的已經很危險了。還有，還有哪一家？還有 tomato， 還有硫磺添啦。鏡頭的。我是有點酸，但我不想放蔥。蔥條哦，以後的嘴妹哦，嘴妹哦。我覺得好像夠嘞。我覺得沒有肉。打咧嘛？沒有肉。你根本沒實在咩？冇實在，冇實在，冇愛聊好咧啊。感謝師傅。
他的胆固醇已经高到一个不像话。我等下煮的是表一袋子。好，春浩都不能带专业啊。冇可能。我可能。啊，你要结合一下哦。我想一下，等下我帮你煮出来。师傅上菜了。因为师傅呢说黑懂厉害，不是啊，算是我们来宾很厉害，因为呢给他的答对5题算多了，嘿，因为最严重的时候有2题的，嘿啊，我来降一行，你听吗？2题的话哪些要舍去？海胆妹，海胆啊。好，那师傅有想法嘞吗？粉红海胆意大利面。哦哟，好馋的哦。粉红的部分要做用个 tomato， 加动物鲜奶油，就变成什么颜色？粉红色，他最爱的。他最爱的是。好，了这个先开始，像了 tomato， 我先切蛋个切就油吼，了肉葱吼，等下切丁吼。首先是了先同意大利面，意大利面很慢吼，要同之前先变ram好，这个大家要学一下，意大利面都大家用得住，这样的好色喽。然后不用让滚的时间不用哈，滚的时候，水滚的这样不用一些氧，为什么专门的水满滚就不用？因为叫我盐强下，下到底啊，不用什么意思係半機袂？半機間麵油啊，還有梅頭哦，入味。我等下面做的弄個兩少許油弄個煮麵。哦，水滾方面要怎麼放？散開來。散狀哈。高計什麼嘞？7到8分鐘。沒有計時器怎麼辦？計時器我等下會看機的該，佢會變 U 型到 V 型。啊 V 型是不是代表全熟？好。啊，肉葱。切了吗？啊，唔會切嘛？唔會哦。啊，那咁唔會切咯。你不能因為人家變瘦10公斤就愛用煙哦。我切好對哈。應該要切的。他瘦的是體脂肪，不是瘦記憶。他是健康瘦。那等下剩到做該醬汁，給醬汁的部分哦。你剛才就講醬汁的水分，這就 tomato 都會走。tomato 撈該動物鮮奶油。海龍王也是速度變慢。你有學嘅哦，因為他變瘦。你以為見到冰癌，見到命癌？你會害羞是不是？對，他覺得有職場性騷擾。哎，其實說真的，你變瘦之後變 healthy。他今天一早上來錄，有說你變瘦，而且氣色今天又轉紅，你變粉紅龍王了。真的嗎？粉紅龍王，對 ，Hello Kitty 龍王。你越來越像 Hello Kitty 了。這樣就對耶。這樣就對。好，了蒜末又要幫佢煸過，加香梅出嚟，是這又要我哋先不用加 tomato。好。tomato 會暗豆哦。其實越多越好。面是看，我基本的面是按樣甜哈，按樣甜，所以你愛量是差不多。兩面切面看，你還變油咧。哦，你要油。油啊。哦。油。啊，等下，我麻煩你拿打蛋油啊。蛋黃蛋白讓它復。我們有一位很會打的素蠻姐啊，玉林也會啊。哎呦，走低。又拿包。幾多？檢睇下，不檢睇要看下。哎呦，走低咯。蛋殼又蛋殼嗎？冇亂呵。耶，海膽的部分應該是撈幾在幾多？烏尼。呀，你有洗啦？這個現在還不行吧？你要生10幾頁哦。哇。好，呀，安樣吼。然後你還是變用水，弄滾水下嘅。好，滾水。哦，你滾水沒有。對啊。因為我將面膜該煮的水膜啦。那有 V 型了嗎？有 V 型了嗎？一定有了啦，剛才都 U 了嘛。差不多安樣。7到8分鐘。安差不多好嘞。哦。所以我俩还都不用炸东西，俩都番红花。它会有什么样的？它就是像我们在西餐煮该西班牙炖饭的汤下去，给它变成比较红的颜色。好的。该冻贵哦。你讲嘛？那个1斤要几千，甚至有几万塊的。你想干嘛？呢度是東陽哦，看到是東江哦。哎呀，食到是韓後式哦。啊，唔會講哦。阿美是特別調製的，冇關油錢買唔到。哎呦。对，我俩还都不用炸东西，俩都番红花。它会有什么样的？它就是像我们在西餐煮该西班牙炖饭的汤下去，给它变成比较红的颜色。好的。该冻贵哦。你讲嘛？那个1斤要几千，甚至有几万塊的。你想干嘛？
咩？我自家又卖不来等下爸爸妈妈。你那些东西要把它收好。好，那不用了嘞。对，哎，我家里面是用斤在称的嘞。哦，盐巴汤，帮我懂过。大家想要抢劫的话，就去他家就好了。还有尬掉番茄酱哦，给它颜色比较，给它点颜色瞧瞧。给它点颜色瞧瞧啊。生好落去煮熟嘞。哦，鲜奶油。鲜奶油哦，变做水粉色。因为它动物鲜奶油，它吃起来比较滑嫩。哦，滑嫩哦。润。你看差不多按原时间有啊，我就先灌火，哦，火灌天哈，呀。哇！关火这样够标乌尼。我以为你讲乌尼就觉得，你知道我的猫叫乌尼，自从养了它之后，我就不再吃乌尼了。太好了，感谢我今天有多一口乌尼了。对啊，你也不会吃啊。我觉得其实哈，那橄榄油蒜炒意大利面就懂。清炒是都没吃的，真的，跟懂后尾油了哈。这个如果放一点虾卵也可以哈。没做的，做的咯。鲑鱼卵没做的，可以，我的最爱。哇，我点缀一下。哇，这一盘要藏好哦，等下不然会被张伯谦哈。那弟，那有看到。反正他吃一个你就跟他算500块。还有起司粉呢，方便炒。好，好，来调一个粉塔坤。粉红海胆意大利面。按钮去后 C 喽。先不是不一个动作，乌尼加总上，好厉害哦！哎，其实呢，有不开有本熊骂色出来，只要基本的意大利面跟蛋，你就可以做了。就算没意大利面，你做的变化一下。面线没走的。嘿哦，阳春面也可以啦，吼。哦，对啦。好，但是这一道是粉红海胆意大利面，看起来吃吃看到喽。哦，适合所有粉红家人哦。对。哇，好吃了，海胆好新鲜。你用很好吃哦，方哥。哎，我非常喜欢吃这种的面的口感刚刚好，宽版的啦，一下宽的。跟 tomato 的蒜梅哦，加种鲜奶油的那种奶香气，韩国最重要就是乌尼的鲜甜。对，吃了牛排吃。條面一條，同條以後，好食。瑞敏姐跟素满姐吃了牛排。睇到啲東香哦，看到啲東醬哦，哎呀，食到啲很好食咯。很会讲哦。素满姐还满意吗？真好食。好吃。大家继续吃，但我等下讲一件事，你们不用有压力哈。感动。因为呢，哈沙下来喺水杯面馆呢，凤翠油目前有累计3分，蓝翠油2分。啊，马上来进行水杯面馆嘅挑战。做下点功夫，新品种嘅料理 PK 来了。两嘴爱到寒天嘅时间地度，完成一出清沙皮嘅素卤菜。上来万人做嘅料理，本人食到被前面咯。实实准备好嘢嘅快嘢，依家自主准备好爱上菜了。水杯面馆呢，而且呢，菜青啊，带点神速一下咯。看呐，你亲爱嘅料理系乜嘅？先来问一下凤翠带来嘅菜名系乜嘅呢？Tomato 豆腐炒雞肉。哎呦，刚刚番茄吃不够哈。Tomato 豆腐炒雞肉，好得冇水饺咩冇來。係啊，我其中就一款嘅都好奇嘅該買的東西啊。番茄糊，阿滿是特別調製的，冇關油錢買唔到。哎呦，哇，好，嘅你天當健康嘅料理。对不对？又係豆腐，又係 tomato， 这个高蛋白，而且呢又有这个茄红素。好，水杯面馆有信心吗？有，加油！好，來看一下藍水帶來哦，聽說跟南洋有關哦。哇，係乜嘅料理呢？南洋風味雞。哇，終於聽到玉玲姐的聲音了。我做乜嘅係用南洋嘅料理來做比賽料理呢？當季食材。哦，對，
是不是因为有自己种的买东西？柠檬叶，柠檬叶、柠檬香叶，马莎种哎，爱种哎，哎呦种哎，冻沙皮嘞。这一次做的是有点憨蒜他们那种2.0口味，从醋莲口用哈。哎，想到初恋那免风风的用品。有啊。水妹一罐呢，我刚才就秀一份甜甜，我们等下表转来，好不好？好，有信心冇？有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兩次都已經準備好晒，馬上嚟倒算3、2、1，搶開始喽！搶開始哦，走咯走咯走咯，走去哪裡？走在这里好了，好不好？來，先看一下風水。水妹姐，平常你兩三年會有向他做出來幾筆嗎？有啊，會哦。咱種凍毛汗吧？哎，退休了。退休當球的啊，哦，退休當球的。啊，你28是退休了？哎呦，很拍摄哦，28天。俺有上次注意。看素满姐切菜就知道，她果然是料理的老師。所以素满姐，你做这个衣服差不多走几多年了呀20年，哦10年哦。那你看她这种身材，还有什么衣服？一定是 S 号吧？应该是应该鸡儿冇强龙的，应该嘛甲鸡啊，俺台鸡。土鸡，土鸡哦，很大只呢。呀，去那一点是从买啊，哪个是？传统市场，不能讲，因为没收人家钱。对啊，你俩买个东西啊？番茄糊，番茄酱，去这个做的哦。去甲做的。对啊，没有冻强。番茄。那地板就挑嘛该。就番茄，还有洋葱、大蒜，还有那个红椒。我觉得我们这道一定好吃，因为我连食材现在都很棒了，对。这款每一个都是各种食材里面的最好的，炒，对，我唔错。跟尤其咱成因吼，冻的是按酸酸甜甜，所以个tomato 吼煮出来成因冻好食。tomato 炒卵，tomato 炒卵，嘿。因为我小时候最痒，在幼稚园吃到番茄炒蛋，怎么该？因为有一摆我就连续1周都吃番茄炒蛋，哎呦，然后我就哭了，我妈妈就给我一个手稿肉，叫我偷偷的装丢掉这样子带回家。哦，但染种哦，你得抢阿弟来煮学期间，你们自己也会试嘛？真开始会试食，试菜。嘿，都每关系咧去做冻好，安尼是新人机的。好，但希望你把明珠姐姐的这个反馈也加进去，回应一下。哦，做得啦。我是家里摆都做强的。有时候妈妈也会这样。我逐礼拜春有一只吹蛋会出来。哇，好厉害！刚刚幼稚园的料理师傅会他教你必读。就像我们雪玲姐是以前有在幼稚园煮菜嘛，绝对本身也是要孔天，又长得跟大树一样高。哎，包比比，食到包比比，哎，食到吼转移福卡吼心落。跟教中还会咧学教们讲，咱从那到底本身一些买东西，转来去讲很好食咯。家长还没来学教们。你头天哦，嘿，小朋友来上课，然后。下半月还有是家长来上家政班，那你们先做料理，我们等下回来。哎呦，这边抓烟的速度这么快，哎，我闻到那个味道了，南洋的那个柠檬叶啊，还是有，是不是有那个椰奶呢？没有，那应该是上一场的鲜奶油。地北就中马改柠檬叶，柠檬叶，有香茅，我种的食材。马改食材，柠檬叶，还有蓝，胡椒粉，胡椒粉。哎，你怎么比他知道啊？因为佢表名胡椒粉。香。五香粉，五香粉，调油，冇调油。鹽你說咧？哎，按是差不多嘛，所以你俩可以先有都煎，煎，他昨天煎了。好，我发现玉玲姐刀工很好啊，谢谢。对啊，调生应该你让我甜球切菜人炒。这怎么切啊？你不要这样子哦。你要让快，你要快，你要大中小。我要中火。那你要先加掉油吗？要。你先出手。你给我听水听哦。好，我要差不多2匙就好。2罐的话也可以。好，太多。快马盖。我帮你。阿姐，你自己做蛋商的中盘冻磨盘，还会做出来哦。还好吧。
是不是你老公在卖？对不对？对，是数钱而已，对不对？你要说你是蛋商中盘的老板娘，对，我是蛋商，对这样就知道说，因为我是内啊，老板是外，对，他是财库，另外一个是劳务。哎，我第一次看到有柠檬叶，那个扁用哎，对啊好，香哎！先别个灰头出来了，什么？你怎么那么聪明？先试看看。试看看，你拿我们节目来试试看实验。你不要这样讲，因为他已经来试第2次了，他之前有来比赛过，而且他比上一次比赛是不是也第1名？哎，嘿，那就是有试成功。有试。所以有香茅吗？还是南姜？只有这个香茅叶，香茅叶，这是香茅叶，柠檬叶吧？柠檬的香茅叶，它的品种是按照香茅柠檬叶，哎，香茅柠檬叶，叶品种香茅叶，品种是黑猫。哎，哇，就好像熊猫到底是猫还是熊？不是真的有这个品种嘞。哦，不然你带来一首柠檬树啦，好不好？柠檬树，来，预备备，起。当我们长。幼稚园老师这边我们可以收一下，这有3岁的小朋友。这个红酱是我吃过最好吃。来使用星期天做的改变，你对 tomato 这种印象。当你们3个男生在一起的时候，讲话要举手。好，对，不然导播很难卡画面。不然你带来一首柠檬树啦，好不好？柠檬树，来，预备备，起。当我们长。幼稚园老师这边我们可以收一下，这有3岁的小朋友。这个收起来。料理就是快乐。对呀。哎，好了，你这店家哈。哎，好 OK。哇，这个搅翻了是保证。这动活型哎。你看它那个红酱，我没有看过那么漂亮的。比我的那个红酱炒的还不。没错，因为你没有那个秘密武器。对。有差。所以你应该有调味吗？调夫啊？豆腐没有，没有，没有还没利用这个酱料去让它入味。哦，酱料嘛，因为豆腐它有孔洞嘛，哈，酱料可以把它。所以你调的是板豆腐，对，对不对？各位老师，像按牛的啊红酱，我们还没煮啊，做了一些白酒。主要看你的皮嘛嘅，比如講你皮海產就用白酒，你皮肉類就用紅酒。而家做一表，就裡面嘅肉類的紅酒較適合。都沒有。嗰個剛講啊，82年嘅嘛，82年拉菲。多了，哎，懂喝。現場只有啤酒。对。这边的酒，这我们这个是93年的，93。現場只有米酒。我現在規定，當你們3個男生在一起的時候，講話要舉手。好。對，不然導播很難卡畫面。好，你先過去看那邊。好，謝謝。關掉。沒好嘞，哎，好嘞。加了，很有效率。所以少干净净这个酱油跟糖。哦，举手。所以你这个有比例就对了。有3。几比几？3比2。3是什么？3是酱油，跟我们跟红队蓝队一样。3是什么？酱油。 3是红油，3是酱油，2是糖，对。1是醋，1是醋是最后加的，搅拌，好，拌均匀。酒要不要先加下去？还是先喝下去？先开嗓一下，是不是？只有2样而已。加酱油跟糖醋。醋还没下去哦。这基料的咸蒜甜，强壮又锋利又猛甜。这个是醋加掉的柠檬。这个醋，对。醋等一下再撒，旁边撒。汤会搅匀来哦。一点点酒下去，你要用一点点下去。又洗那个碗，莫打手。对。我觉得玉玲姐非常会煮菜，她懂她的顺序。对，我很喜欢。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先去倒数哦。你这个给它煨一下嘛，哈。对，我们要吸干这个汁。好。天草马松来倒算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馬上出來試試看那最背面一關，哪部開料理較斬到咯？前門這個嘅做法，哇，太厲害了，強嘞！而且啊，給你利用出料理呢，有一個共同特色，就是用黑色捏甜來色。簡鮮。
就是有酸甜的口味嘛。对啊，而且都是客家妈妈的梅水。对对对，因为如果很甜的话，我们就会加一点米酒；你甜的话就加一点柠檬汁，直接加个暖炉好了。有。好，哎，你现在吃这款风吹的料理。哇，看起来是冻那个番茄糊哦。哦，这很健康。哎，这个红酱是我吃过最好吃。我使用星期天做的改变你对 tomato 这种印象，因为它这个不是罐头的味道。对，它比那种青鱼番茄糊的还好吃。水面记，你要在礼拜都生样吗？啊，姜我食到，唔会姜，这都不姜哎，刚好食。哎呀，哎，个姜又酸酸甜甜。你用啥鸡肉鸡肉做怎么办？好吃，好吃。那个番茄的香气，对，够香味，很浓郁，番茄的味道很浓郁。你说是猪本nhà孙的事，他刚才伊讲叫七个孙的呢。哎呦！哦，膝盖，难怪他那么会。我们直接颁冠军的啦，好吧？更多的。是说有没有生产力吗？是凭的是番茄糊的这个，要不要吃一下蓝队？番茄糊。好，来。好，这个是我们南洋口味的哦，憨蒜汤。香料炒肉酱。那个柠檬叶炒蛋很好吃，加柠檬对了。韩国记得有盖用办处理的安稳哦。风吹阿姐给我们蓝队姐姐评价一下，酸酸甜甜的，真的，让你睇我讲讲啊，热天食冻開梅。好吃，冻好吃，这可以学起来，因为刚刚头前那其实老家嘅这个香茅柠檬叶炒糕，米头一个卡出来。在抓腌鸡肉的时候，每就用到柠檬叶。没有，老爷抓腌。柠檬。哦，大家记得是叶哦哈，唔係 A 哦哈。好啦，大家學到保必必葉後，就看下師傅營養班嚟評分了。緊張誒，都帶成績會喺營養班嘅風吹目前係有3分，藍吹2分。現在現場師傅風吹搶部分數5分加總3分，8分。好，緊張了，3點後嚟看下藍吹得到幾多分？4分加上2分，6分，哦，沒一個哦。先來談一下安利亞兩個。風吹那邊呢，所有的米其林檔，但是我做少一隻小米，比如講啦哈，伊創業來做炸嘅話呢，可以些薑麻去炸過一薑麻油，後尾再放上去，會增加那個小米。假使係講師傅呢，就蔥誒。去包香，雞塊是有包誒，蔥的油啊，都千萬不要這樣理，因為你設計了就是tomato很濃郁，但是某個種特殊的較香的小米來提出來，所以來說有一些可惜，有一些提味，整個是很天然的米線檔好安尼。藍脆鴉片呢，那邊知道講主要嘅檸檬葉小米全部都油，當然所以有一點種可惜，就係講人家炒嘅鹹酸甜，主要糖要先去炒過。你要糖冇炒過某個小米，然後你醋下去，又醋跟糖的比例又沒有很明顯的突出，要再更明確一點。更明確就是你糖，炒比香了，你酸吃後尾標係正確嘅，因為酸吃調做到一煮會糊嘛，個會揮發嘛，後尾標係炒嘅，但是標的比例。比例老糖的比例沒有不大了，所以呢就做最大數，所以呢只有分2分，謝謝。做呢就試款啦吼，方哥。好，其實我給紅隊人高分的想法是嚟講，佢個醬汁做到真緊凍哦，個味道調到嘟嘟好，那什麼樣啊？兩片都真緊凍到，所以全部的創意料理都有做出來。不過是啊，那什麼是講，往裡面做的現炒過，香味還會再帶出來。哦，將條線底下調個壽司機，加個醋含唔表。你做咧幫你先炒以後，個壽司多，所以本身味道加鳳梨啲。因為個鳳梨佢還會釋放佢的甜味出來，是正常用。是嗎？哦，有好多咧哦。稍微再改進一下就會會喊佢加分啦哈。好，唔該你當時莫西比姐姐帶來安針調嘅料理，成績已經出來啊，馬上出來頒獎嘍！來，捧起來，恭喜！
今日成绩已经出来哦，算是非常紧张的一集哦。目前累计的话呢，馮翠有8分，藍翠有6分。先來恭喜馮翠得到嘅3000元的加菜金，恭喜！好，3下咧，本大家欣賞一下吼，藍翠禮拜得到係雪藏3鍋5件組，安正哦，日本韓片的哦，哎，哇，漂不漂亮？漂亮！哎呦，你們2個才漂亮，恭喜！好，我們算是這個加菜金3件組啊，哎呀，你們還有5件組。衝哦！我們先來聽聽素滿姐給我們按摩周料理哈，跟大家分享一下這一次參加心得好嗎？对，今天很開心來到這裡，嘿，這是我人生第一次的嘗試，所以很開心。為了要嘗試新的不一樣的一個體驗，所以來參加這個節目。恭喜！好，接下來呢，我哋水面記，老大家分享一下。參加呢檔節目哈，當緊張，同啊咧書涵變白，你係強人嘅緊張。你還會緊張哦？你還唔會咧啦嚇？我雙雙老師已經講，你睇你嘛強人，唔是做過嘅事情，你自己做。上個今日來到你做微商哈，從來唔是看到，感覺大家像當辛苦，然後你就安好嘅節目呈現俾大家看，當歡喜。你得到3000塊。哈娜歡喜哦，園長就會懂不會鼓勵人，明明第1名哎，還在鼓勵我們每一個現場的工作人員。係啊，所以園長和你拜啊哈，那有請單雅嘅頭拜嘅那個學生吶，很給他得了呀，到畢業比賽呀。好啊，一定有兩下都抬了呀，抬嘞，或者是小朋友也可以來呀。真緊哦，生意嘛做對了，圖一個抬人吶。哦，好啊，還是要監護人啊。好啊，那你帶我過來啊。同埋孫嚟來，佢會講客話哦。哎呦，太厲害！好啊，咁你要記得帶佢來啊，哈。好。恭喜！3號了喲，玉玲姐幫你的哦。今天你這整集的第3句話。沒有啦，他後來講很多。講很多。一開始真的太緊張了哦。真的很緊張，第一次來參與嘛，來這邊很開心，也可以學到很多，對，也看到師傅、帥哥、美女的主持，很棒。好，恭喜哦！謝謝。菊珍姐壓軸，攞200咧。很緊張，還不會緊張哦？不會啦，是他們太挑嘴了。唔要講，真嘅呢，喺度用心去做。用心去做。這一次你們真的很用心，在唐宮哦，你兩下討論凍球啊，喊到扮裝，因為尬軍扮來扮裝嘛，你們一起想出這道南洋料理，然後哈槓也喊蒜條嘛，喊好迅捷。這就是你們最用心的地方。加上很有機會提300，會嗎？好，講好了哦，肉挺好了哦。哇，等下他晚上又睡不着了。沈龍 CV 姐姐呢，給我們帶來哦，就是客家保證啊，第一一定是美女，第二做料理一定好吃。給我們呢，你食材當有食落，感謝你的來。係啊，其實哦，大家看到東東的阿姐來到節目當中哦，都是覺得很開心。其實我們那場喺節目當中很歡喜哦，4代啊哦，連化妝的細節都來講，哎呦，我們去看過，哎呦，那個明星化妝的一直能讓人跳跳下面 hit 笑，所以我就覺得歡迎大家多多來看一下，多在天時很用版來留言哦，歡迎大家哦。依家資助帶你 Q 下來報名，可以下6樣都帶有幾神奇耶！下禮拜再見，拜拜，長樂了，用力。